環保唔單止係責任，更係一件值得驕傲同分享嘅事。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環境及生態局、環境運動委員會及香港主要商會主辦嘅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同香港綠色創新大獎，每年頒發多個獎項，表揚各界企業嘅卓越環保表現，以示鼓勵。大會亦設有2個嘉許計劃，包括傑出綠色菁英嘉許計劃同傑出推廣夥伴嘉許計劃。而學校界別另設有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新一屆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正接受報名。假如你嘅機構都想分享獨特嘅環保經驗，讓更多市民受惠，請於2025年1月14日或之前報名，及上大會網頁、社交平台或致電熱線了解更多。